外省老师 vs 山东老师，外省老师。好，上课，大家把书翻到22页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下错题。该章节的题目呢，主要是大家对小红吃啊，我都行，烤肉拌。你们两个站起来。上课时间说什么话啊？去后面罚站。山东老师，来上课，拿课本来。这节课呢哈，咱讲点新东西儿。来，把累废啊！这节课呢哈，主要就是回顾一下上夏天说体育啊，到哪球下，中国的球鞋太美呀，早就想这些公司呢，你俩站起来！我得上头大讲，你得下头小讲啊！啊，我不讲了，你俩讲。不如说我没学会，还没学会，你当我瞎啊？学习经济学，学习教学的啊？你考几级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学习是给你自个学的，让学不让学双价钱。不是老师，这题俺不会呀。不会，你就看看这个题，我就讲了7遍了嘞，没有7遍有8遍了，这不就是送分题啊？咱毕了业别说我是你帮人哈，丢人呀你这。